今日帶大家嚟到呢一個以居住同埋音樂室為核心嘅都市小宅，整體嘅材質以木紋同埋石紋為主，咁樣嘅配搭既有溫度，亦都可以呈現翻現代感同埋高級感。呢一個單位嘅屋主係一位鋼琴老師，屋企呢唔止係居住嘅空間，更係日常教學同埋音樂創作嘅工作室。設計啦都兼顧咗生活同埋教學嘅需求之下，做咗幾項嘅關鍵調整。一入屋，第一眼嘅感覺就係淺木同埋石紋嘅溫潤基底，電視櫃以淺色配搭垂直木紋，令視覺延伸嘅同時，亦都可以隱藏翻收納嘅空間。另外，更設計咗隱藏嘅餐台，平日咧可以節省翻唔少嘅活動空間噶。鋼琴房靠近窗邊，採光充足，地面呢就配搭翻厚身嘅地氈，窗邊都可以用翻雙層嘅窗簾去降低翻對外嘅噪音。弧形嘅玻璃間隔巧妙咁樣保留咗通透感嘅同時，更可以為鋼琴房創造獨立性。首先睇呢一間睡房以舒適感為主，床頭背板同埋柔和嘅燈帶營造翻放鬆嘅氛圍。另一間睡房靠窗邊設置咗工作台，利用自然嘅光線同埋內建櫃體，形成咗一個安靜而有高效嘅工作角落，適合喺屋企 work from home。廚房就採用咗直線嘅配置，上下櫃以木紋同埋白色門板交錯，灶頭啦、洗手盤同埋備餐區域嘅排列都平均而又合理。嚟到浴室，將上潔式嘅洗衣機同埋洗手台台面嘅高度整合一致，玻璃嘅淋浴空間同埋大尺寸嘅地磚等空間睇起嚟咧比較闊落。天花嘅線性燈帶同埋鏡櫃嘅收納設計，提升咗使用嘅便利性同埋整體質感㗎。今個單位嘅設計重點以石紋、木紋、玻璃間隔打造溫暖既有高級感嘅都市居所。今集呢就介紹咁多先，下條片我哋再見啦，拜拜。